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位从医超过40年的老医师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却常被忽略的健康警讯。很多人认为坚果是健康食品，每天吃一把对身体有益。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个震惊的事实：60岁以上的长者，如果吃错3种坚果，会大幅增加骨质疏松、关节疼痛、心脏衰竭的风险，甚至会缩短寿命。你可能会想，坚果不是很营养吗？怎么会有害呢？没错，坚果确实营养丰富，但并非所有坚果都适合年长者。特别是这3种坚果，它们会在你不知不觉中对身体造成伤害。请不要担心，并不是所有坚果都危险，只有3种特别的坚果对年长者构成风险。这些坚果会透过慢性发炎、累积毒素以及干扰药物作用等机制，悄悄地损害你的健康。请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否则你很可能会继续吃那些正在默默削弱心脏、让双腿无力、减少寿命的坚果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我在临床上看过太多真实案例的肺腑之言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最佳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收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上数字0。在进入主题之前，我想先让大家了解一个重要的医学事实：当我们过了60岁之后，身体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。研究显示，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会下降40%到60%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处理毒素的能力大幅减弱，从食物中摄入的有害物质更容易在体内累积。不止如此，我们的抗发炎能力也会明显下降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长者会出现关节疼痛、手脚发麻、记忆力衰退等症状，这些都与慢性发炎有关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，我们的血液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车流，而血管就是道路本身。当道路堵塞或损坏时，整个交通系统都会变慢，无法顺畅运作。同样地，当我们的血管因为发炎或毒素而受损时，全身的循环系统都会受到影响，导致各种器官功能下降。这就是为什么选择正确的食物对年长者来说如此关键。错误的饮食选择会加速这些退化过程，而正确的选择则能帮助我们维持健康、延缓衰老。现在让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林国成先生72岁，住在新竹。他一直是个身体硬朗的人，每天早上都会到公园散步。但从去年开始，他发现自己的双腿越来越无力，爬楼梯时特别吃力，有时候甚至会感到膝盖疼痛。林先生的家人很担心，带他来看诊。经过详细问诊后，我发现一个关键线索：他每天都会吃一大把咸酥花生当零食，已经持续好几年了。他认为花生富含蛋白质，对身体有益，但实际上花生正是造成他身体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有一次，他在爬楼梯时差点跌倒，幸好及时抓住扶手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骨折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伤害。为什么花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呢？让我从医学角度解释。第一，花生很容易受到黄曲毒素污染，这是一种强力的肝脏毒素，而年长者的肝脏功能已经衰退，无法有效过滤这种毒素，导致毒素在体内累积，损害多个器官。第二，花生含有大量的 Omega-6 脂肪酸，适量的 Omega-6 是必须的，但过量会引发全身性发炎，反应导致关节疼痛、膝盖肿胀、脚踝发炎。这就是林先生腿部无力的主要原因。第三，花生含有高浓度的维生素 K，
对于正在服用心血管药物或抗凝血药物的患者来说，维生素 K 会干扰药物效果，增加血栓风险。简单来说，吃花生等于在破坏肌肉、破坏关节、破坏肝脏，这不是夸张，而是临床观察到的事实。那该怎么办呢？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，逐渐减少花生的摄取量，特别要避免工业制造的花生酱，因为它们通常含有更多添加物和黄曲毒素风险。接下来我要谈的第二种危险坚果是腰果。很多人喜欢腰果的香甜口感，认为它是高级健康零食，但对6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，腰果可能是骨骼健康的隐形杀手。骨质疏松是一种悄无声息的疾病，你不会感到疼痛，不会有明显症状，但骨骼正在一天天变得脆弱，等到跌倒、骨折时，往往已经太迟了。腰果含有高浓度的草酸，草酸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会与钙质结合的物质。当你吃下腰果后，草酸会在肠道中与钙质结合，形成无法被身体吸收的草酸钙，然后随着粪便排出体外。让我用更简单的方式说明：假设你每天都有补充钙片或喝牛奶，但如果同时吃很多腰果，那么你摄取的钙质就会被草酸绑架，无法进入骨骼，就像你努力存钱，但有人不断从你的账户提款一样。结果就是骨骼得不到足够的钙质补充，变得越来越脆弱，这会大幅增加跌倒、骨折、髋骨断裂的风险。对老年人来说，髋骨骨折是非常严重的伤害，可能导致长期卧床，甚至危及生命。除了影响骨骼健康，腰果还有另一个问题，它的升糖指数相对较高。对于有糖尿病或血糖控制不佳的长者来说，经常吃腰果会让血糖波动，长期下来会损害微血管，特别是足部的小血管，导致脚部麻木，伤口难以愈合。我并不是说要完全禁止吃腰果，而是要大幅限制摄取量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腰果，一个星期最多吃1到2次，每次不超过5到6颗，并且要与补钙的时间错开至少2到3个小时。记住，你以为自己在补钙，但骨骼可能根本收不到，这就是腰果的隐藏危险。第三种危险坚果是松子，很多人可能会惊讶，因为松子在传统观念中是珍贵的食材。但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，松子对年长者有几个严重的风险。首先是药物交互作用，这是最危险的部分。研究显示，松子会与超过60%的常见老年用药产生交互作用，包括降血压药、心血管药物、抗焦虑药物、降血脂药等等。当松子与这些药物同时存在于体内时，可能会增强或减弱药物效果，导致血压不稳定、心律不整，甚至引发严重副作用。这对需要长期服药的长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。其次是松子症候群，这是一个在医学文献中有记载的真实现象。有些人在吃松子后的几天内会出现持续的金属味觉，嘴巴里总是有苦涩的铁锈味。这听起来只是不舒服而已，但实际后果很严重。患者会因胃味觉异常而食欲大减，进食量骤降，导致营养不良和体力快速衰退。对本来就容易营养不良的老年人来说，这可能引发一连串的健康问题，肌肉流失、免疫力下降，容易感染疾病。从生化角度来看，松子含有的脂肪容易氧化，一旦氧化，就会产生自由基和发炎物质。这些物质会加速关节退化、血管硬化、记忆力衰退，特别是对已经有轻度认知障碍或失智风险的长者来说，氧化的油脂会进一步损害脑细胞。还有个常被忽视的风险，松子体积小，而且表面光滑，
对吞咽功能退化的老年人来说，容易呛入气管，造成窒息，这是非常危险的急症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正在服用多种慢性病药物，最好完全避免松子。如果偶尔想尝尝，一定要咨询你的主治医师，确认不会影响药物疗效。安全的替代方案是选择其他对老年人更友善的坚果，我稍后会详细说明。在多年的临床经验中，我发现许多台湾长者对坚果有3个普遍的误解，这些误解可能正在默默损害你的健康。第一个误解，所有坚果都是好的。很多人认为只要是天然的坚果，就一定对身体有益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不同坚果的营养成分差异很大，有些适合年轻人，却不适合年长者。年龄不同，身体需求和代谢能力都不一样。第二个误解，每天吃一点点不会有问题。这个想法很危险，毒素和发炎物质是会累积的。今天吃一点，明天吃一点，日积月累之下，可能在几个月或几年后突然爆发成严重的健康问题。慢性伤害往往比急性伤害更可怕，因为你不会察觉。第3个误解，天然食物就是安全的。天然不等于安全，黄曲毒素是天然产生的，却是强力致癌物。草酸也是天然存在的，但会阻碍钙质吸收，药物交互作用同样真实存在。即使食物是纯天然的，重点在于老年人的身体处理食物的方式与年轻人完全不同，肝肾功能下降，代谢变慢，药物使用增加，这些都使得原本安全的食物变得有风险。我们需要根据年龄和健康状况来调整饮食，而不是盲目相信天然就是好的迷思。说完了危险的坚果，现在让我跟大家分享3种真正适合60岁以上长者的好坚果。第一种是杏仁，杏仁是年长者的黄金组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它同时含有钙质和镁这2种矿，物质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。钙质大家都知道是构成骨骼的主要成分，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如果没有足够的镁，钙质就无法有效进入骨骼。镁就像是钙质的运输工具，帮助钙质在对的地方发挥作用。杏仁正好同时提供这2种营养素，而且比例非常理想。研究显示，每天适量摄取杏仁的老年人，骨质密度明显比不吃的人要好，骨折风险也降低许多。除了保护骨骼，杏仁还能帮助维持肌肉量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肌肉会逐渐流失，这个现象叫做肌少症。肌少症会导致走路不稳，容易跌倒，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爬楼梯困难等等问题。杏仁含有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，能帮助身体维持肌肉组织，改善肌力。许多患者告诉我，规律吃杏仁，几个月后，他们发现爬楼梯变得比较轻松，走路也更有力气了。那么该怎么吃呢？我的建议是每天6到8颗杏仁，最好在早餐或下午茶时间食用。有几个重要注意事项。第一，选择无盐、无调味的原味杏仁。市售的盐焗杏仁、蜂蜜杏仁含有大量钠和糖，反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，不要过度烘烤，高温会破坏杏仁中的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。最好选择生杏仁或低温烘焙的产品。第三，如果你对坚果过敏，即使是轻微过敏，也不应该吃杏仁。过敏反应在老年人身上可能特别严重。第四，杏仁虽然好，但也不能过量。记住，6到8颗这个分量，多吃会增加热量摄取，可能导致体重增加。第二种推荐的好坚果是核桃。核桃的外形就像人的大脑，而从营养学角度来看，
它确实是大脑最好的朋友之一。核桃含有丰富的 ALA Omega-3 脂肪酸和多酚类化合物，这些营养素对神经系统有显著的保护作用。研究证实，规律摄取核桃的老年人，认知功能衰退的速度比较慢，记忆力也比较好。让我用简单的方式说明，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之间需要互相传递讯息，这个过程叫做神经传导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神经传导会变慢，导致反应变迟钝，记忆力下降，容易忘东忘西。核桃中的 Omega-3 能够维持神经细胞膜的健康，让讯息传递更顺畅。多酚类化合物则能保护脑细胞免受自由基伤害，减缓脑部老化。这对预防失智症特别重要。虽然核桃不能治疗失智症，但它能降低发病风险，延缓症状出现。对于已经有轻度记忆问题的长者，规律吃核桃可能有助于维持现有的认知功能。除了保护大脑，核桃还能降低跌倒风险。你可能会问，大脑跟跌倒有什么关系？其实关系很大。许多老年人跌倒不是因为腿没力气，而是因为反应太慢。当身体失去平衡时，大脑需要快速判断并指挥肌肉做出反应。如果神经传导变慢，反应时间就会延迟，来不及调整姿势就会跌倒。核桃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，它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。褪黑激素能帮助改善睡眠品质。许多老年人有失眠问题，而良好的睡眠对健康非常重要。因此，我建议在晚餐后或睡前2小时吃核桃，有助于夜间休息。建议用量是每天3到5颗。核桃注意是颗，不是半。1颗完整的核桃仁就是适当分量。选购时要注意：第一，选择带壳的核桃，现吃现剥。去壳的核桃容易氧化变质，营养价值会大打折扣。第二，闻一闻气味。新鲜核桃有淡淡的坚果香，如果闻到油耗味或刺鼻味道，表示已经变质，绝对不能吃。第三，保存在阴凉前照处或冰箱冷藏室，避免受潮或高温。第三种推荐的好坚果是开心果。开心果对心血管健康和视力保护有特殊功效，非常适合台湾的高龄朋友。先谈心脏健康，开心果富含钾离子，钾离子在体内的作用是平衡钠离子。我们都知道吃太咸对血压不好，原因就是钠会让血压上升，而钾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，自然的降低血压。这对有高血压的长者特别重要。许多患者告诉我，在规律摄取开心果几个星期后，他们的血压读数变得更稳定，有时候甚至能够在医师指导下减少药物剂量。当然，开心果不能取代血压药，但它是很好的辅助食物，配合药物治疗和饮食控制，能达到更好的效果。除了保护心脏，开心果对眼睛也很有帮助。它含有2种重要的营养素：叶黄素和玉米黄素。这2种物质会集中在眼睛的黄斑部，就是视网膜中央最重要的区域。随着年龄增长，黄斑部会逐渐退化，这就是所谓的老年性黄斑部病变，是导致老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保护黄斑部细胞，减少光线伤害，降低病变风险。简单说，规律吃开心果能帮助你保持视力清晰，减少视力模糊、看东西变形等问题。那么该怎么正确食用开心果呢？我建议选择带壳的开心果。为什么？因为剥壳的过程会让你放慢进食速度，自然控制摄取量。如果买已经去壳的，很容易一把接一把地吃，不知不觉就吃太多了。建议分量是每天大约10到15颗，慢慢剥，
慢慢吃，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放松和享受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千万不要买咸味的或糖渍的开心果。市面上很多开心果都经过调味，添加大量盐或糖，这些添加物会完全抵消开心果的健康益处，反而对血压和血糖有害。一定要选择原味未调味的开心果。如果觉得味道太淡，可以在家里用少量海盐轻微调味，但真的只要一点点就好。保存方式也很重要。开心果开封后要放在密封容器中，存放于阴凉前灶处或冰箱，避免受潮，因未潮湿会导致霉菌生长。现在让我总结7个吃坚果的重要原则。这7个原则是我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整理出来的，请大家一定要遵守。原则1，每天不超过1把。1把的意思是用手抓1把，大约是30克左右，超过这个分量会摄取过多热量和油脂。原则2，避免吃烤焦的坚果，高温烘烤会产生有害物质，包括丙烯酰胺等致癌物，选择低温烘焙或生食的坚果最安全。原则3，不要与抗凝血药物同时吃。如果你正在服用华法林等抗凝血药，吃坚果前要先问医师，有些坚果会影响药效。原则4，避免味道异常的坚果。如果坚果有油耗味、苦味、霉味，绝对不能吃，这表示已经变质或受到污染。原则5，优先选择带壳坚果。带壳的坚果保存期限长，氧化程度低，营养价值最高。原则6，口腔前燥时不要吃。坚果需要充分咀嚼和唾液混合才好吞咽，如果口前容易呛到，非常危险。原则7，不要一次混吃多种坚果，每次专注吃一种就好，这样比较容易控制分量，也能清楚知道自己对哪种坚果有反应。这7个原则看似简单，但确实遵守的话，能大大提升吃坚果的安全性和健康效益。只要稍微调整一下习惯，就能延长寿命，提升生活品质。很多人买坚果时只看价格和包装，其实选购坚果是有专业方法的。一个小小的选购失误，可能让你买到发霉的坚果，导致肝脏中毒。因此，我要教大家医学标准的3步骤选购法。第一步，检查外壳。如果是带壳坚果，仔细看外壳是否完整，没有裂痕，没有黑斑或白色粉末，这些都是霉菌感染的迹象。摇一摇，如果听到果仁在里面晃动，表示已经前瘪，不新鲜。第二步，闻气味，这是最关键的一步。打开包装或剥开时候，立刻闻一闻新鲜的坚果缨，该有淡淡的天然香气。如果闻到刺鼻味、油耗味、酸味、化学味，绝对不要吃，立刻丢弃。很多人舍不得丢，觉得浪费钱，但相比肝脏受损的医疗费用和身体伤害，这点钱真的不算什么。第三步，正确保存。买回家后，立即分装到玻璃密封罐中，放入冰箱冷藏，不要用塑胶袋或塑胶盒，因为有纸可能与塑胶产生化学反应。记住，食品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，不要为了省钱或怕麻烦而忽视这些细节。你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的影片接近尾声了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坚果的知识，核心讯息其实很简单，选对坚果就是在选择更健康、更长寿的人生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做出的每一个小改变，都会在未来带来巨大的回报。今天你改变饮食习惯，明天你就会发现自己走路更稳，心脏更有力，记忆更清晰。这不是夸大，而是无数患者亲身经历的真实改变。
我希望你能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父母、你的祖父母、你身边所有60岁以上的亲友，让他们知道照顾健康不需要昂贵的保健品或复杂的疗法，只需要在日常饮食中做一些聪明的选择。记住，远离花生、腰果、松子这3种危险坚果，选择杏仁、核桃、开心果这3种好坚果。遵守7大安全原则，掌握3步骤选购法，从每一天的小小选择开始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长寿不只是活得久，而是活得健康、活得快乐、活得有尊严。当你能够自己走路、自己吃饭，头脑清醒，不必依赖他人时，那才是真正有品质的生命。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健康长寿，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次见。